高乡亲啊，虽然即摆已经4月，这季已经过清明了，但是后日拜一、拜二也是有大陆冷气团哦。啊，这个下晡过昼水气就较少了，明仔载东北风减弱，温度会搁回转来，但是到后日拜六搁有风面，这个风头面的北部、东北部会落大雨，刷落来大陆冷气团到位，后日拜一的暗时甲拜二的透早，北台湾上低温会降到11、2度，乡亲时代都要注意温度的变化。 会早台北天气乌阴，云量偏多，不过下半晡开始天气是愈来愈稳定。随着东北季风的减弱，拜五开始，若是北台湾有机会看到日头，温度嘛会回升。不过这款天气恐惊只会维持一天，周末开始天气佫有变化。若是方面到北台湾，佫会开始落雨，刷来也佫有冷气团报道。 礼拜天的时候，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温度从白天会迅速的下降，尤其北台湾的温度在礼拜天高温不会超过15度，中部在礼拜天的时候高温也不会超过20度哦。 预计这波冷气团的威力上强的时间点，会落伫后礼拜透早甲拜二透早，上低温会来到11到12度。建议大家这几天会当搁赶紧把这高的外套摕出来。另外天气变化大，嘛一定要注意身体状况，唔通去感到。